行情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2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日开始来关心宜兰地检署侦办罢免民进党立委陈俊宇的联署涉嫌伪造文书这个案，伫昨昏约谈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主委林明昌等8个人，有几名的党员也有志刚，分别是以3万至10万块交保，因那林明昌是以80万交保。 交保了出来人被离开的这位是宜兰大区国民党部主任陈淑慧，伊牵涉到死亡人数的代志，总案3万块交保。宜兰地检署侦办罢免民进党立委陈俊宇疑似涉及死亡人数案，检调昨启动第2波行动，约谈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主委林明昌等8人，先后受党部主任谢可成等几多位党员志刚，分别3万到10万交保候团。 司法会还我清白。林明昌今日透早移送宜兰地检署复讯，检方先后认为林明昌涉嫌重大，依照伪造文书罪嫌，有令80万交保候团。伊的后生宜兰县议员林冠贤，即个办拿无办理。什么就绿人了？他什么蓝就不行了？没上我北部啊。他现在进入第2阶段了，对吧？国民党也不要把违法的事证这么明确的有被搜索的啊。 那要牵拖造成所谓的司法的破坏，那我相信证据会说话。另外，伫贵人检调调查国民党发动的2位两名立委郑文婷、张志豪罢免案，案件已经扩大到至少13位被告。伫罢免郑文婷案件的带头人，基本传顶4个人被收押；罢免张志豪案的带头人杨正基也被羁押禁见。那也伫贵人的罢免行动拢停来。要罢免不是不行，但是必须要遵循合法的方法。 希望这次之后，国民党能够学会教训。办蓝不办绿，小案大办，让蓝营多人入罪，更可以看到不断的持续的追杀。呼应520总统赖清德表示愿意展开双手，加强政党合作。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无愿意看到受训党员司法迫害，这是一个做领导人的责任。 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继续来关心三峡的车祸。三峡这阵车祸造成3个人死亡，12个人重伤，即马也有9个人在住院。78岁赛车的驾驶甲单也无法度做笔录。警方即马初步是调查，发现伊对外地倒来三峡了后，伊无随转去处理，是伫附近乱踅要20分钟。到底是为虾米？即马搁来调查。目前被害者的家属嘛有问讲，机口爱这问题，另外嘛有路权团体发起追诉的活动。大家开始当整理规涂骹倒念的物件，现场分作3大区，柴火、含姜品、卡片和蜡烛。但区公所的人员一直在清这食物，还可以使用的食品我会先装箱起来。那地方有一些弱势团体，我们会媒合给弱势团体来使用。好，我们还是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带很容易腐化的食品来。在场倒念的物件共有2套体育衫，三峡国中的先辈特别把来放伫遮，用过新的2个学妹来抵爱。导师每一天关心学生的出缺勤状况，尤其是没有到校的了解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三峡这个车祸是造成342伤，甲打有9个人在住院，有受伤查甫囡仔的家属嘛伫社群发文，希望大家集气帮助囡仔度过危险期。2位小朋友在昨天恢复清醒之后。接着由骨科医师进行手术的复位处理。对欧卡小朋友虽然生命真相是稳定，但是呢需要维生系统。78岁姓伊的驾驶调出了后嘛受伤，经过2摆手术，把底尖目睭拍开，同款是无法度做笔录。经过警方初步调查，排除驾驶是故意启动1摆过身的技术，含技术并无私人的恩怨，也是行车纠纷。但调监视器看行车的路线，发现伊对外地回程，并无直接登去厝。绕行大概20分钟哈，那有经过一个公园，网上传言有蓄意追撞女骑士这些哈，这个都纯属臆测哈。驾驶嘛，质疑讲代志发生的时阵，敢是当在食物件还是饼物件？不过车经过采证，并无其他可疑的物件。警方阁证实因扣的行车记录器有部分已经毁损。我们也成立律师服务群，来针对法律诉讼的刑事跟民事的责任的追究以及赔偿。全力以赴，不管假扣押或者是到时候侦查程序的进行，我相信都是他们非常重视。那后续的部分我们还要跟家属再做进一步的讨论。环保协会已经接到受害家属在问机口的部分当地协助，新北市法制局嘛要开始办理真侪场的法律咨询。
乐观团队嘛发起白纸号的活动来哀悼。乐观团队找大家即摆6礼拜登去安发地替罹难者来默哀，各诉求各代莫阁有人因为交通事故失去原本平静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这辆车祸嘛，互交通部虽宣布要修改高龄驾驶的管理措施，也毋过民间团体即马是认为，要降低高龄者老人交通事故的风险，大先爱做的是爱甲基础建设做好，亲像是人行道的环境、公共运输这拢爱做，爱互老人要出门毋免塞车、毋免骑倒摆。也若交通部长另外毛表示，政府会针对用更较科学的方式来检验时段塞车的能力。3甲8大重大事项车祸，交通部宣布下周换照年会到70岁上紧，明年开始。不过目前全台70岁以上有驾照人差不多是182.6万人，10年后会增加到272万人。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未来要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检验后大人驾驶方面的能力。我们当然会用更有效、更科学的方式来检验我们所有的年长者在驾驶方面的能力。好。那包含他的这个危险感知的能力，跟他的认知的能力。交通部针对高龄驾驶推出3大改革措施，包含换照年岁为75岁下修到70岁，加强危险监视测验，有调数记录爱进行实地训练等。按国民团认为，即马上要件应该先完成基础建设，建立无障碍人行道环境甲公共运输。高年岁大人无需要选择用私人汽车，就安心出门。公车的路线、公车的路网、公车的时间都要再更密集，让大家愿意放弃私家车的使用，转而使用大众运输。针对政府提出自愿交回驾照补助贴拍出措施，有地方认为中南部公共运输无普遍，恐见无什么效果，建议提供美国的固定次数或者是金额公共家庭车，对中南部老人口实际帮助。也建议用比较别国，要求高龄者车辆强制加装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AS。日本有强迫，不管是加装防爆冲装置，或者是加装防撞辅助系统等等。对于未来年长者的驾驶的部分，我们使用中的车辆要不要来补助或加装？科技防御的部分，我们也在这3个月里面，我们来做检讨。例如增加路考，或是特定违规样态的这种课程。部长简单说明一下。报告委员，这个部分我们确实应该分阶段啦。好，那这个部分细部的细则，以委员这个建议，我们在3个月之后会来提出来。对外界质疑各县市的同学行啊限速无同，陈世凯表示，因为各学校周边环境无同，限速也无同，未来应甲地方沟通讨论是不是统一。记者综合报道。也伫台南玉井20暗头仔嘛有修理车弄死人的事故，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这个驾驶是讲伊是阳性发作。即马调查发现讲，这个驾驶是较早已经摕到驾照的，去监理站去查才知影，伊当时咧考驾照的时是讲伊无阳性。所以即马路权团体嘛建议讲，政府嘛应当爱找出高风险的驾驶，要求做健康的复检。也若交通部嘛表示，目前已经定得规划。监视画面记录汽车高速公路过路人的一幕呢，20发生伫台南玉井的车祸造成现场阿某一死一伤。驾驶涉嫌驾驶事后讲是，迄当时阳性发作。车祸发生的时候，他是癫痫发作，那当时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说车速多少他也不清楚。他手跟脚都会伸直，然后会身体慢慢的抖动啊，牙齿会一直咬啊。警方查出有领身心障碍手册的姓叶查甫人，2019年也有驾驶致死的记录。不过台湾2020年9月才放宽阳性患者考驾照，安怎也当处理驾照监理站回行。伊过去考驾照时无证明为阳性。报考的时候，我们监理单位是依照他的体检表里面的来判定啊，他的体位跟体格有没有符合规定。他如果隐秘的话，我们当然不得而知。大概规则修法了后，放定2年来阳性无发作的患者会当考机车还是普通汽车驾照。后手每2年爱提供诊断证明才当换照。不过伊这个案例会当发现，若稳模的病情，就算有刑责，搁爱注销驾照，主管机关恐惊嘛较无好掌握。路权团体建议会当跨机关联定。只要在健保系统上面有一个去做集合的动作，然后去连到监理所资料库。他就会知道说，这个人在最近他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疾病，不适合做驾驶的这个动作。
专家认为，台湾外交制度上过零，建议比较日本定型外交。外交时，那些确定假使认知能力甲身心状况，也爱对修改过的法规，也是标线顶做自信更新。医师提醒，游戏得说是轻症，爱半年至一年对症一摆。视觉或者是听觉的异常，那这些症状并不容易被患者或者是家人所察觉。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定期在神经内科的门诊做脑波，确保之后的癫痫不会发生。假使用刑发作造成灾祸，并不是头一件。交通部立表示，已经研究修法，介接就医甲保险资料。若出现用刑等症状，会通知监理单位要求驾驶复检。目前行政院已经核定草案，后手会议定数，函送立法院审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在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台湾附近是透热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头的天气拢是多云到好天。咱来看温度。今仔日气象署是针对7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伫台南、高雄和屏东是到柑仔式的高温灯号，外近山区的所在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极端的高温。也人云林嘛是到柑仔式的高温灯号，是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今仔日各地头的高温是伫31度到36度。也若伫花莲、台东、也有恒春半岛，在落雨有短暂阵雨。另外过头了后，伫大台北、南投、嘉义以南，也各有东半部、外近山区，这所在拢有机会会落雷阵雨，而且山区雨有可能会较粗，有要外近山区的乡亲就要细致。来关心即马地球是愈来愈热，自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是望讲甲暖化的幅度控制伫1.5度以内，这是希望讲会当减少东北极的冰日头扬起。不过呢，最近阁有一份新的研究是显示讲，这个目标恐惊无法度阻止冰层日头扬。全球一直暖化已经是爱重视的问题。根据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设立目标，那全球暖化升温幅度控制伫1.5度以内，等于避免南北极冰坎因伤过紧造成海平面升悬，冲击人类社会。不过，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就算将其控制伫1.5度内，也是造成海平面升悬，影响恐惊超出人类能负担的范围。Our young generation, when they're having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sea level rise that could be as high as 1 metre per century. And those rates of sea level rise become very difficult to manage and to adapt to. And in fact, one of your only solutions is simply to move people. 专家表示，即马就控制温度已经是成本上佳做法。那未来海平面一直升悬，必须人类大规模耍起代价是真悬。不过，根据目前全球气候会议讨论进行，各国只对1.5度这目标有共识。目前各国承诺行动依然无法度达到这目标。在法国暖化和气候异常，法国南部真热所在落大水后，部分地区阁是短短1点钟内落250毫米的惊人雨量。原本街路正做滚滚的土水，也引到汽车满排关道，因为水实在太过强，要路边出现破损。Alors non, moi jamais. Je suis natif. Mes parents arrière et parents sont natifs venant de Corse, moi aussi. On n'a jamais vu ça depuis 3-4 générations. Jamais. Jamais. 官方表示，这场大水造成至少3人死亡，其中包含一对80岁左右的老翁婆，因为闪袂赴，被大水冲走，遗体已经找到。公司新闻又派准朋友。该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前中央银行的总裁彭淮南接受《中国时报》访问的时，伊是表示，政府要成立主权基金，一定爱立专法，嘛爱成立专职单位来管理。伊嘛反对拨用外汇存底来做基金的钱。来关心《联合报》，教育部处长叶秉成进前伫面册发表文章，写着代代性平事件，大文内底有去涉入着牵涉性平学生的个人资料，引起争议。民进党即马有7个立委共同谴责叶秉成这款行为，教育部嘛表示会依法甲处长送教育部性平会审议。这个例嘛正做甲政务处长移送性平调查的头一例。来看自由时报，中小学伫明年2月11开学，也毋过呢上课上3天了后，就阁要休过年啊，引起一寡家长不满，讲教哪是安尼排？教育部即马有提出改套的方案。建议无就是提早伫休寒进前加上课上3天，目前国教明表示支持。
因为学生囡仔即马会炸手机啊，炸手机去学校要安怎处理，嘛受到讨论。教育部伫昨昏就公布高中以下学校学生炸手机啊到学校的管理原则草案。手机保管的部分是定出讲，国中、国小是由学校也是班级集中保管，毋过高中的部分是爱经过家长、老师和学生同齐参详，用民主的方式讨论出管理方式。早起开始上课进前，学生陆续将手机放入保管的橱啊，锁起来保管，下课才会当摕转去使用。教育部2日公布高中以下学校的学生早行动载区到学校管理原则的草案引起讨论。那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可能是结束的时候要联络家长，可能没办法联络到。上课的时候，假设如果都没有用到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暂时集中管理起来，我是觉得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样的话，大家比较有办法去专心去上课。学校也可以用平板，也可以用电脑来做资料找查的一个工具，所以手机没有使用，对于视讯化的学习的困难并不会产生。草案明定，各中小应该由学校也是各班集中保管，经过校务会议通过，公告实施。高中是需要经过家长、老师甲学生民主讨论，以同一个方式管理。学校会当以无共载区类型甲情境，单性调整管理方式。保管的时间可以仅就上课期间的部分，至于下课或者其他在校的弹性时间，留到学生、老师、家长讨论。特别是中学的部分，如果有保管这方面的一个责任，相对对学校来讲，又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这确实会产生一些问题啦。学生团体希望保管的时间是上课时间，不是伫学校期间，避免一摆百学死。教师团体认为，若保管的规范无弄好，较会发生纠纷。教育部表示，会收集各方意见，作为后续政策推动的参考，来因应数位时代的学习环境变化，甲校方事务管理的需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镜头来台中市南区某一间私立的托婴中心，即马互家长指控讲，托育人员拔囡仔的头，囡仔身躯有乌青，嘛有绕着伤的伤痕，赶紧报警察。因为这已经是台中10天来第3件幼囡仔受不当对待案件。人本教育基金会即马是批评台中市政府的管控出问题。2岁查甫囡仔面含暗棍，拢几下真明显的绕痕含乌青。台中市一个家长出面指控南区一间私立的顾囡仔中心，一开始讲囡仔是家己咧耍无细致着伤，后壁看监视器才发现讲，竟然是托育人员把囡仔的头互伊去弄着地板，佮有咧暗棍摕叉角去弹囡仔这行为，伊去甲去验伤报警察。真的是扒下去之后又捏又丢，然后另外2个老师完全默不吭声，园方也一直说他们会处理。我说，可是你的说法就不老实了。顾囡仔中心讲，这个细地顾囡仔的人员已经伫遮做2年啊。代志发生的时阵，是囡仔摕叉角去弹老师，因为惊到反射动作，才去回着囡仔，并不是故意的。但是嘛，承认讲行为不当。托育人员事后已经甲及时透露，警方已经受理家长的提告，专案照伤害罪函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老师是被突如其来的动作给惊吓到他的一个反射动作，但是没有刻意去故意要做那个行为，没有。事实上，这是对方圆一间顾囡仔中心14个幼囡仔互考倒的案件，和西屯一间幼稚园的老师性侵害、性骚扰的案件了后，10天来，佫逼出来第3个幼囡仔的案件。台中市长罗秀燕一直无明确表态说明。市长西屯幼儿园的事情，不好意思哈，正在调查中，谢谢哈。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中市2018年到2024年的9月，老师、教保、托育人员违反儿少权法的，拢总有324件，所干那123件有依法的公布名，其中最近2年干那7件。人本教育基金会大声骂讲，市府发生儿少案件，但以以上检调侦查无公开做理由，消极作为，却无看到系统性的检讨。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市政府有针对哪一个系统做过研究、调查，提出任何的改善计划，通通都没有。所以他现在只能闪躲啊？为什么？因为他完全搞不清楚嘛，他不知道他下面的人在做什么事情嘛。这是整个系统坏掉了。台中市消费局讲，南区的托育中心已经启动调查，初判托育人员已经违反儿少权法，会当罚6万到60万。目前当清查，敢有其他的幼囡仔受到不当对待，嘛会做伙追究顾囡仔中心管理疏失的相关责任。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昨昏公开表示，加沙的战争会继续拍落去，一直到哈马斯解除武装为止。伊嘛讲，即马还有一个哈马斯的领袖穆罕默德辛瓦，可能嘛已经互以色列军方灭掉啊。יש לנו תוכנית מאוד סדורה. התחלנו בעזה, חיסלנו עשרות אלפי מחבלים, חיסלנו את רבי המרצחים, דף, הנייה, יחיא סינואר, וכנראה גם את מוחמד סינואר. 哈马斯现任的领袖穆罕默德是接伊阿兄的位来做即卖领导人，因为伊阿兄伫去年也是互以色列军方攻击，加打一直找无人，生死不明。即卖纳坦雅胡是表示，穆罕默德将有可能和伊阿兄同款，拢已经互以色列军方灭掉啊。就伫顶一日，以色列空袭加沙南部一间病院的时，伊敢若已经死伫内底。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日的是和南非的总统拉马福沙见面，川普是指控讲，放影片指控南非白人农民受到种族歧视，嘛有受到暴力。啊那南非的总统是拉马福沙虽驳回，讲这毋是事实。即阵呢，就媒体来问讲，卡达送回人机要订单这件代志，这是引起川普真不满，才要求这个记者出去。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白宫讨厌型办公室接待南非总统拉马福沙，讲到伫咧南非的白人正面临着种族灭绝。拉马福沙讲这是不实言论。If there was Afrikaner farmer genocide, I can bet you these three gentlemen would not be here, including my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It has to be responded to. Turn the lights down. 川普解说影片的内容是非洲的农民的家属正伫咧哀悼，老两边拢是失利家。Those people were all killed. Have they told you where that is, Mr. President? No, I'd like to know where that is because this I've never seen. I mean, it's in South Africa. But you do allow them to take land. No. You do allow them to take land. Nobody can and take then when land. they take the land, they kill the white farmer. And when they kill the white farmer, nothing happens to them. No. There is quite nothing happens. There is criminality in our country. 美国南非即马关系正紧张，这边访问重点放伫咧贸易方面的合作，加南非白人的问题。尾后一个记者问一个问题，川普正回答。Mr. President, the Pentagon announced it would be accepting a Qatari jet to be used as Air Force On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know,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know, you gotta get out of here. What does this have to do with the Qatari jet? It's NBC trying to get off the subject of what you just saw. 这也互人想到2月28日，川普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时阵，冤家闹甲真无欢喜。拉马福沙带着包括白人盟友在内团队访问白宫，南非真有名的火野人鲁伯特、公认呼求选手厄尼阿尔斯拢表示反对白人受迫害的讲法。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根据美联社的资料讲，全世界逐年有125万人因为车祸死亡，因为伫美国逐年有超过4万人因为交通事故死去。除了食酒赛车、食毒赛车、赛车用手机啊这个原因以外，即摆阁有一种叫做路怒症，赛车赛到一半，血心狂血都真上去，就会落车共人拍。Hello. Just to be clear for everyone seeing this, I am a version of Chris Pelkey recreated through AI that uses my picture and my voice profile. 这是已经无伫人世间的37岁美国天空军人佩尔兹，伊阿姊为制作的 AI 生成影像。佩尔兹2021年11月伫亚利桑那州因为行车纠纷，伫咧停单红灯时，互另外一名54岁驾驶霍卡西塔斯断死。赛定的霍卡西塔斯，被判10年6个月有期徒刑。另外一件道路纠纷是互监视摄影机翕落来，画面倒边的特斯拉驾驶不明原因落车行向对向的车道，疯狂攻击另外一台车顶的一对母仔囝。这拢是因为行车纠纷引起的路怒症行为。路怒症即马伫美国会当讲是像一种流行病。过去10年，甲路怒有关的枪击事件增加超过400%，造成777人死亡。By far, the most common factor is aggressive driving, which accounts for over 50% of traffic fatalities. 专家表示，万不利不幸拄到有攻击行为的驾驶，上好保持冷静，唔通甲对方有任何互动。
One study reported that over 79% of U.S. drivers have been a victim of aggressive driving or even road rage. So the first thing, don't provoke the angry driver. If they keep harassing you, the best course of action is to get off the road, go to a public location with a lot of people present, stay in your vehicle, and call 911. 也毋过，若冲碰冲动的驾驶是你家己上好是会当深深的舒一口气，听平静的音乐，或是调离情景，将家己当作第三者，甚至将车停伫路边，将座椅往后壁靠，拢对完好情绪有帮助，避免遗憾代志发生。公司新闻红如梅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巴基斯坦地方官员讲，有一台豪车伫西南部受到汽车炸弹攻击，上无有造成5个人死亡，38人受伤。因死者内底佫包括3个囡仔。巴基斯坦的总理和军方拢强烈谴责。继续关心美国众议院5月初有通过2项友台法案，提案的75岁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康诺里伫今仔日因为癌症过往。咱驻美代表如台雷伊有代表总统赖清德表示哀悼。继续关心咱台湾伫南美唯一的友邦巴拉圭的总统潘尼亚日暗和日本的首相久保茂伫日本会谈见面，两国即马拢同意要提升战略伙伴关系。久保茂是表示，保温准有人想要用武力也是威胁的方式，单方面来改变现状。因为日本媒体是报讲，两国要加强合作，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约束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迫。镜头等下，咱国内来关心针对民进党强谍案，包括前立法院长游锡堃的助理盛楚英、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咧做外交部长迄当时的助理何仁杰，也有前总统府办公室的主机吴尚武，这个人计共有5个民进党党员牵涉强谍案。民进党的中评会伫昨昏达成决议，甲这5个人除名开除党籍。民进党连续爆出中国间谍案，捌做前立法院长游锡堃和加在民进党立委助理的盛楚英，方爆出涉嫌向中国来卖国安机密资料。另外，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做外交部长时期的助理何仁杰嘛，方收买，涉嫌偷摕外交部的资料，对总统府到外交部、立法院、党部拢有党公职、防渗透。民进党当中有5个党员是卷入中国间谍案，包括盛楚英、何仁杰，还有民进党民主学院前副主任曲世元、前总统府主吴尚武和新北市议员李义典的特助吴楚莹，民进党中评会日已作出一致决议，甲5个人除名开除党籍。决定就是依照地方党部的决议，全数除名、开除党籍，提高警觉，不要造成自己家人甚至于整个未来，包括国家的一些影响。中常会上面主席有再三的去提醒。针对5个涉案的党员，敢若盛楚英防交保，其他4个人同款防羁押。那我相信，总统一定有交代国安单位，也要在这一个部分对于身份背景种种的查，那一定是会加强的。王世坚表示讲，党内有好的机制，早就应该安尼做。陆水中强调讲，伤害台湾的行为绝对袂原谅、袂接受。嘛讲中国渗透政府、政党，偷摕台湾的国家机密，对台湾的恶意真大，呼吁中国停止渗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所学的一只渔船，或者红彩头6号，无经过允准，拜日时走去日本奥基纳瓦附近掠鱼啊。58岁姓刘的船长，互日本掠去。目前咱台湾这边已经有交担保金，昨昏已经人已经放出来啊。船长嘛有敲电话回来报平安，这件代志到底是什么原因？爱个等船长回来说明。日本水产厅渔业处日本部20公布，伫沖縄县甲乌那国岛近海查到一只无经过许可进行渔业活动的台湾所有籍渔船红彩头6号，当天掠58岁姓刘船长甲5个船员，各扣押船只，这是今年第一只互日本扣押的台湾渔船，也是日本今年第一摆针对外国渔船执法。日本指出，渔业处地船洪尚环当日早起发现红彩头6号伫日本专属经济水域违法作业，所以进行后续调查甲处理。虽然这船挂所有籍，毋过姓刘船长是婚姻人，而且无及时通报，所以会一开始也无搞得清楚状况。他们的家属跟船长家属都没有来找我，
状况我都不太清楚，都要厘清，因为我们有 AIS 还有 VMS 都可以厘清这件事情了。法律法真重呢，我们本来就大啊。袂使你讲话这个都是要头片，姑娘留意平请去报。气象署回应，经过外交部甲日本交涉，各交担保金300万抗5000支票。日本已经伫2月下晡1点放出时阵，船长已经靠卫星电话报平安，表示安生暗时进入南方河渔港。为什么超出咱的暂定执法线以外，咱做着靠岸的状况，爱等船长倒来进一步调查。8月2日飞艇下海协作业和菲律宾公务船靠岸的屏东县琉球节时阵，成绩风雨，因为无禁止飞过巴丹岛24海里临接区，而且无照大会渔业执法协定提早通报。经过咱的交涉，抗议了后释放，也得自一早起平安回来。记者综合报道。昨呢，有媒体问到外交部长林佳龙，讲若是伊去拄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伊要安怎做？林佳龙是表示，伊会主动握手。伊嘛讲，总共有握到手，就代表有好的开始。也若即马咱台湾12个友邦的状况，林佳龙是强调讲，目前邦谊拢真稳定。就任满1周年，外交部长林佳龙和媒体临地开讲，讲外交工课成果。林佳龙讲，外交部入口处这个国旗，对过去才12个友邦，到增加12个理念和咱正共的民国，都是即马综合外交政策的战略导向。伊嘛强调，目前和友邦的邦谊拢真稳定。我是认为台湾已经是一个中等强国啊。我们因为面对到中国的各种的威胁，反正我们必须要走出生存发展之路，拉丁美洲啦、加勒比海啦、非洲啦，这都是可能的出访的对象。不过，中国乌咱的邦交条卡这动作是无停过。外国媒体好奇讲，那林佳龙拄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第一句话会讲什么？我一定是跟他要握手嘛，那就看他要不要跟我握手啊。先伸出友谊的手，好，那他如果跟我握手，这就会好的开始。曾几何时，台湾这个字变成中共在解释，越解释就越让台湾代表台湾了。这个就是现在中共没有自信啦，看到台湾就俩拱啊。对大总统就职1周年的演说，无讲到两岸的议题。林佳龙讲，是因为个人认为讲大总统处理外交和两岸的议题真稳健，而且外交的关系是比两岸的关系更加重要。台湾即嘛嘛是对全球的角度来看台对中关系。另外，立委林昶佐总统特任以做驻芬兰的代表，林佳龙中心真适合。我们总和外交我们也是要有多元的人才，没有我们美国的这个供应链也会破口，所以最后一定会谈出一个这个是互惠的，因为我们是互补的关系。外界关心台美对等关税谈判的进度，林佳龙信心发挥，讲一定会讲出对台湾互惠、合理而且有利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也那政治大学昨昏有开一场总统执政1周年美中台关系的座谈会，有学者是表示，即马国际局势变化真紧，咱台湾未来压力嘛愈来愈大，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拢一定要有保留存久的空间。吴一控总统大清德就任满1周年，总统大清德有针对美国对等关税对台湾的冲击，表示要成立主权基金来投资国际市场，加强经济韧性，也促成朝野的合作。拜三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有招学者来同齐讨论对政府未来的期待。有学者认为，和去年就职演说比起来，今年的就职周年演说对中国的部分无讲伤济，重点放伫美国较济。那今天讲到7次美国，完全没有讲到中国，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转向。那如果这样的语气代表我们政府的就是关注的焦点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看起来就是过去是为了聚焦在因应的中国威胁，到现在其实是要去把重心放在搞好对美关系上面。针对总统提出要成立主权基金，学者表示，这对目前台湾的经济贸易来讲，确实要赶紧来推行，特别是要照顾到台湾的中小企业。另外，学者也表示，若要扩展中美以外的市场，建议唐进一步思考过去捌执行8年的新南向政策，看是毋是通延续。希望这个国家主权基金提出来，能够真正的协助，因为中小企业在面对国际的这个大变革，或者说这个格局的大变化。大的公司有它的办法，自己改善
中小企业是比较困难。如果可以用务实的角度来跟他们合作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刻，川普之乱其实是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希望能够加强跟台湾的合作。第一，他们不希望台商撤离；第二的话呢，台湾还是拥有非常多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的这些科技啊、技术啊等等。学者认为，今年5日抗周年演说内容对两岸发展交流无讲甲真明确，可能是要搁咧观察美中之间的发展。不过，学者也强调，伫8月12美中关税谈判进程，有到时阵谈判确定，台湾的压力只会愈来愈大。政府要思考要安怎用更较有春秋的做法来因应国际局势快速变化。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总统赖清德伫就职1周年时宣布，政府要成立主权基金，要打造国家级的投资平台。昨昏财政部长就表示，主权基金要有专法来规划投资的规模，也若倒一个部会来负责要来还，行政院这部分要搁讨论。总统赖清德就职满周年第一遍对外表示，台湾要成立主权基金。根据了解，全世界包括中国、新加坡甲香港拢有主权基金。地处央行建议会当参考新加坡甲韩国的主权基金创设的经验，结果订定专法来营运管理。不过，台湾的主权基金资金对倒来，还有组织单位是啥人，也受大家的注意。当主管单位，你就一肩挑起来了，责无旁贷。我想在性质上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啊。财政部当然对于裁员的筹措是责无旁贷。那对于未来管理这个基金是由哪一个部会来适合来做的话，我想行政院会详细的一个规划跟讨论。有关主权基金的资金来源是不是当用央行的外汇存底？央行表示，若要用一定要有材料型。因为财政部长曾水文讲，财源的调查是财政部的责任。对于主权基金应该典型的规划，设立专法来规范相关的投资规范。另外，伫专职经理人的操作，也有管理机制，拢要透过专法来定。你有觉得这个政府在这几年之间，大概就是3、4年之间，这个政策有变化吗？现在政策上如果要成立的话，那接下来就是如同委员说，要审慎的规划，而且要定专法。在专法里面，必须对于大家所疑虑的部分，要能够去谨慎的规划定，让大家觉得说这样的是一个可做的。虽然主权基金是为了要创造国家的财富，不过因为国内目前也无相关的法规会当应用，以后也是要制定专法来规范处理。即马国内产业拢伫咧正注意讲，若是成立主权基金，敢会当协助咱国的产业布局全世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伫昨昏有开记者会，伊是表示，美国限制辉达晶片出口去中国是一项错误的政策。这毋但是造成辉达的损失尔，嘛有可能颠倒互中国 AI 技术如发展。也是穿灰衫加上黑色 T 恤。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来台第6日，伊早起展开媒体问答。开场就肯定台湾产业，黄仁勋强调，即马 AI 是伫新产业开端，世界是咧制造 AI 工厂，未来会亲像网际网络，全世界拢 AI 基础建设，所以台湾产业会继续成长。Taiwan should have AI industry here to serve all of its local industries. Healthcare companies, industrial companies,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of course, semiconductor company. And so Taiwan needs to have AI infrastructure. 外界提问，辉达布局全新台湾总部是为中国市场做准备。黄仁勋时趣味表示，办公室真是无危机啊。强调产业发展正紧，不过即马全球半导体产业面临关税挑战。台湾各生产全球78%的晶片，是毋是甲北京讨论半导体挑战？伊乐观看待。There's a resetting of the trade around the world, and whenever it settles down, the industry will readjust. 不过这时阵，美方实施辉达 H20 晶片出口管制，严重打击辉达伫中国营收。黄仁勋表示，认为这项政策是错误的，进一步鼓励辉达伫拜登政府时期伫中国9成市占率，即马只剩5成。不过辉达产品无法度进口，干系转向使用当地公司的晶片，加速当地发展。In China for 30 years, the H20 ban cost NVIDIA probably $5 billion. It's an unfortunate loss. But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should compete for the Chinese market. 事实上，这是黄英芬连续2日讲到美国政府政策所带来损失。面对晶片管制，也讲也在思考要解决的方向，业者是继续关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前一阵啊，对澳洲进口来咱台湾的猪肉风验出300种，虽讲无超过标准，也毋过嘛是引起民众惊吓。消基会即马就做一份调查，发现咱台湾有9成的民众拢真烦恼讲，敢会无细日去买着，也是去食着。所以消基会呼吁消费者爱伫进口肉品顶悬增加300种的标示。5月初有3批对澳洲进口来台湾的猪肉检验出来有内克多巴胺，也就是俗称的300种的一种药物，但是量比政府规定的标准0.01 ppm 搁较低。饲药师表示，因为无超标，也是决定放落去市场卖。不过也因为这批肉的老乡，政府无要公布，互消费者感觉心惊惊。产地会给他看一下，希望可以标示啊，这样吃起来感觉比较安心一点呢。当然希望可以标示。这样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啊。针对进口肉的标示，民众有济的疑虑。消基会也针对1054个消费者做一份调查，发现有9成的民众真要疑家己买到的猪肉是毋是有300种，另外也有8成的民众认为应该爱伫产品的顶面标示这项产品是毋是有300种。莱克多巴胺这个我们定了标准，我们就按照标准去走。但是在消费者来说，他怎么知道今天那个肉真的是安全？那就是要有标示。虽然卫福部长邱泰源已经承诺，未来边境抽检的比例会对20%提悬到50%，不过消基会认为安尼做法无顾虑到成本的效益，因为根据饲药署对今年1月份到当的统计，目前进口到台湾的国家就敢若澳洲有检验出300种。消基会建议饲药署爱针对每一批澳洲猪肉拢得检验，才会当确保消费者的记录。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明年2026年，咱有9合1的地方选举，即阵伫高雄街仔路已经出现真侪政治看板，但市长陈其迈嘛承认讲，合法的看板是真少。高雄市议员是认为，因为广告看板申请要挂，申请的流程伤过复杂，效率伤歹啊，所以要求市府爱甲程序简化。另外，针对无合格、无合法的广告，该贴都爱去贴。这个中间这个是树立广告，如果所有的政治看板，市长甲议员你一句我一句，两个人当咧规选举广告看板，是毋是有合法申请伫咧争论？因为议员发现高雄市有上千件选举广告，合法的竟然干那40件。议员质疑高雄市的广告物申请程序伤过复杂，除了广告的寸尺，挂的所在拢爱审查以外，佫有侪相关文件爱顾。尤其广告看板因为挂的方式无共款，佫分别由建管处甲环保局管理。议员要求市府应该爱顾简化做法。不管什么广告，都是先审查的音价，看它设置在哪里，然后再进行它的内容物的审查。可是你如果可以分流的话，是不是会比较简单一点？也就是说，它音价搭起来，我不用每次只要看板就审查一次。我不知道说原来它是要通过申请才能合格刊登的。那如果说民众因为刊登程序很复杂而不想要做这件事的话，我反而会本末倒置。那我也觉得广告有必要性。那假设政府能够再把申请的过程更简化的话，我觉得会更好，大家会更有意愿去做这件事情。合法的广告看板会有市府合法的字样，但实际到市区设置人竟然找无合格的广告物，其中有大英价挂起来的广告是由建管处负责的，利用大的挂起的外墙顶管的是属于环保局管的。环保局表示，因伫106年都有将申请的程序简化过，针对违规的广告也会加强处理。这几年违规的数量已经为当初的几千几万件降到较无100件。经审查核准后才可悬挂。统计今年申请24件，核准11件。去年违规广告拆除83件，今年拆除32件。建管处表示，今年有37件广告物来申请，目前核准的大约20件，已经挂好的有3件。目前因也正在简化申请的程序，希望会当加强民众的申请意愿。记者柯家族区朝阳高雄场报道。台南市政府伫河洛广场有打造一个爱情戏园池，有布置超过10万粒粉红色的球，加成人目嘛，真侪人来翕相。也毋过呢，有民众就讲，这球看起来哪亲像金宝梨软，而且嘛讲，这拢是塑胶球，真无环保。
上万粒粉红色的细粒球伫河乐广场边仔有玫瑰花做装塔，这是台南市管理局打造的爱情下园池。虽然伊大好暂时休困无开放，不过有完真侪人来遮行搭翕相做纪念。那池内塑胶球即阵引起讨论，有人讲看起来哪像金玻璃的呢？嘛有人讲真有浪漫的气氛，甚至有人伫网络风声活动向提早要伫5月底结束。管理局出面买花会到6月底。有点像福寿螺。但是就人家用心装饰就，也还算还不错这样。翕一个相的，按欢喜就好，我是感觉安尼就好啊。佫有别项的问题佫加入来，无安尼就我感觉无需要啦。东许愿球由27家业者提供，活动奖项由38家业者赞助，借由5月17至6月30日活动期间，营造浪漫氛围。现场嘛设有假鸡蛋仔，内面有一粒爱心球，通互人写愿望。嘛有观光票券，为了带动观光，这回政府联合在地观光产业协会办活动。不过文化界是建议，台南城做文化古都，来伫观光活动内底加入在地文化元素，来当增加深度，把当城做专带观光文化兼顾的示范。以前是这个运河台南端的码头，市区这一端的码头，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故事去谈一下原来这条运河100年的这件事情没有把它把握住，我觉得蛮可惜的。应该是爱甲台南在地文化有去较接近的会较好。想讲会使用月老的故事来带入，像我安亲娘妈这个文化，过去的查某囡仔若是要求爱情，嘛是会去找亲娘妈。针对外界关心塑胶球敢会无环保，管理局回应活动结束了后，会由协办单位优先提转去做利用，来开放民间申请提转去做教具。因嘛讲尊重多元意见，未来持续调整，互活动更加完善。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红头树有畅水教练带游客到北台湾沉船区的所在，这个海底去畅水，有去看到一只大型的保育类的豆腐鲨。专家即马是讲，因为即阵咱东部的水温真稳定，食食又搁济，所以因才会收来食。伫南苏北台湾沉船海峡，17有游客落去畅水。发现一只4公尺长的大鱼，我近看是保育类的鲸鲨。畅水游客离远远伫咧看，不过大家该叫大黄鲨的鲸鲨唔惊人，得到畅水客水器摸出来泡伫咧耍，而且对因受10几分钟才离开。畅水教练讲，伫南苏畅水拄到鲸鲨的机会无大。我们它本来是要游走的，看到气泡它又再游回来啊，它又在靠近我们这边。然后因为它可能本身比较喜欢玩气泡吧，所以它本身它又靠过来。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讲，每年5月鲸鲨会得到水温升高的季节，会游到东部海峡。而且这摆东部海峡浮游生物多，鲸鲨是陆食性的动物，会得到这款浮游生物受到东部。鲸鲨出现的地方的话，应该是这个浮游动物它出现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说它可能是摄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可能最近就会常出现，就是说看到鲸鲨这样。因为鲸鲨受了无紧，体型阁大只，互人叫做海中的温肉巨人。之前常常互人抓，互国际列做濒危物种。咱国自2008年开始全面禁止捕猎。农业部伫咧2020年也公告鲸鲨是珍贵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爱保育的阁有这，就是今年3月有一种水鸡，互人列做咱台湾特有种。伊名叫做鱼池徛鰭水鸡，目前全世界敢若伫咱南投的鱼池乡沼地看，数量无济，敢若300只至700只尔，真稀罕。而且伊阁有别种的规矩，所以即马农业部是有采摄影机咧记录，毛含动物园要来推动保育。一只公的水鸡伫南地跳来跳去，跳入去淡湿的土内底作秀，发出叫声，等台北的水鸡来生卵。这是3月拄正名的台湾特有种水鸡，就号做鱼池徛鰭水鸡。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副研究员指出，鱼池徛鰭水鸡目前敢若分布伫南投县鱼池乡，数量才300到700只尔，是有别种危机的水鸡。蛙的物种大部分会筑巢，那在巢中鸣叫，吸引配偶雌蛙过来生殖产卵啊，所以这个栖地比较特殊，它不能够是一个很水流很湍急的溪流，它也不能够很干旱。大部分现在看到都是在溪流的源头，有些泥滩地，水流没有很强，那少的人为干扰是比较好的环境。
研究员表示，目前鱼池徛黔水价的生态地面积大约才一个篮球场，加上一个骹球场遐大领领。世界上像同款会做修缮呢，预防自然的水价非常罕见，敢若11种左右。研究员强调，若是有农业污染、人为干扰，恐惊会造成灭种的危机。目前上重要的是要保护生态地，增加族群的数量。它的繁殖季其实是有配合梅雨季的。那梅雨季的尾声的时候呢，这些来不及被后面的雨冲刷到下面的溪流的这些蝌蚪，自然命运下会干死。所以后来我们才想到说，如果可以把这些蝌蚪救援回来的话，其实不会影响到母族群。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合适的手段。新德社表示，这款水鸡伫5月到8月生产，因为生态地无适合有人行打，所以真好观察。团队用摄影机长时间追踪，目前研究团队已经和台北市立动物园合作同齐来合约，也积极找找和南投鱼池环境相像的所在，希望未来河水鸡数量愈传愈多。记者刘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这几年不时拢有传出有民众伫山区看到台湾乌熊，一来呢是咱台湾乌熊的保育已经做出成果，二来嘛代表乌熊即马活动的区域，和咱人已经有一寡所在相差。中华的文化局有邀请专家来分享，互民众更较认捌台湾乌熊。大人囡仔也未必要替台湾乌熊喂食水，上重要的就是胸坎的所在有 V 字形，也是喂白导样的特点。中华县文化局邀请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讲师来上课，透过影片的解说，还有 DIY 活动，希望互民众愈了解台湾乌熊的品性。这个活动的话，可以让我们比较能够清楚知道说，我们台湾的黑熊它们的特征还有习性是怎样的。听故事啊，佮透过这创作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因有法度把这保育动物的心植在他心中这样子。根据今年1月到5月统计，台湾乌熊通报案件总共11件，内底有8件是甲人类拍蜡有关系。这几天嘛，常在有乌熊去果子园街条找食的事件。生毒所表示，乌熊对声音真敏感，为着人的安全，在野外会当伫身躯顶甲梁啊，避免乌熊接近。你会当伫你的身躯顶，还是你的牌啊吼，挂一个铃铛，就是有迄个声音。其实乌熊对咱人吼发出的声音，拢会足惊的。像讲咱大家伫山顶的时阵会食物件，会创啥拢会记你食物件爱收好好，因为乌熊的鼻仔足好的，所以也闻到食物的香味，伊都会来。生毒所表示，因为这几年推广保育政策，目前有法度统计到的台湾乌熊数量大概是200只到600只，实际数量可能比估计搁较济。生毒所认为，建立野生动物甲人类生活范围的界线是真要紧的代志，嘛希望透过讲座，互大家了解乌熊的生态知识，来减少人类甲野生动物的冲突事件。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天气报道者，咱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7度；外岛25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